在电影《歌喉赞》中由胖艾咪一脚走红的瑞贝尔·威尔森，圆润外形以及搞笑风格深受粉丝喜爱。最近他又有新作品推出，与安海瑟薇携手拍摄搞笑喜剧《诈骗女神》，还有另外一部电影《好不浪漫》，则是和雷神蒂连恩·汉斯沃两人要谈一场浪漫的恋爱。两部片的搞笑风格不大一样，但都让影迷觉得超疗愈。电影《诈骗女神》，因为男人都不相信女人比较聪明，那很值钱吗？50万美金，真是闪闪惹人爱。偷天换日，把价值50万美金的手链瞬间调包。美艳女神安海瑟薇，继去年《瞒天过海》八面玲珑后饰演女骗子后，似乎演上瘾。这次还当起导师，教导菜鸟级骗子瑞贝尔·威尔森。电影《诈骗女神》能让泪水流下脸颊吗？现在你试试看，你是便秘了吗？从装可怜落泪、暗杀技术以及了解男人心理下手。电影《诈骗女神》翻拍1988年的喜剧，片图糗事多。当时由史蒂夫·马丁和米高·肯恩演出，不过新版的两大主角这回变成了两大女主角，两人一搭一唱，短短预告出炉，笑翻一票粉丝。电影《诈骗女神》，男人总是低估女人，我们就要利用这一点游走富豪、政商名流安海瑟薇、瑞贝尔·威尔森两大女骗子招数百出，让电影期待度飙升。而胖艾咪瑞贝尔·威尔森最近则还有另一部新戏。电影《好不浪漫》，钱包拿来认清现实。一位从来不相信浪漫爱情故事的厌世胖妹，遭到歹徒袭击还撞昏了头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进入了喜剧世界中，还跟帅气雷神弟弟坠入爱河。电影好不浪漫，我觉得我快疯了，我撞昏了头，然后在这个平行宇宙醒来。现在我还有一个同志闺蜜，两人组合有些奇妙，要谈一场浪漫的恋爱，还有激情的扒光衣服画面，讽刺各种爱情偏老梗。电影好不浪漫，早安，美女，昨晚真是太棒了。我们什么事也没做，就直接跳到早上了。除了男神撑场，还找来跟胖艾咪瑞贝尔·威尔森曾经在电影《歌喉赞》中饰演情侣档的亚当·迪凡和宝莱坞女星皮燕卡乔普拉，分别饰演他暗恋的好友以及情敌卡斯，剧情都要吸引粉丝进戏院大笑疗愈。